GloBE 規則，最低補足稅登場。咩係補足稅？為落實 GloBE 規則並確保香港能夠保留本地企業嘅稅收利益嘅同時，政府將引入合資格當地最低補足稅 QDMTT， 2025年1月1日或者之後開始嘅財政年度生效，其運作方式同 GloBE 規則一致，但允許香港優先對本地低稅企業徵收補足稅，而非讓其他司法管轄區透過 IIR 或 UTPR 進行徵稅，意味住若某跨國企業集團喺香港嘅有效稅率低於 15%， 香港將優先徵收補足稅，而非由其他司法管轄區透過 IIR 或者 UTPR 徵收。符合條件嘅企業可申請合資格當地最低補足稅安全港，免除複雜嘅 GloBE 計算工作，進一步減輕合規負擔。企業應該點樣應對？企業或者需評估其全球業務架構，識別低稅成員實體及可能受影響嘅司法管轄區，並計算各司法管轄區嘅有效稅率，確保稅率唔低於 15%。企業亦可利用合資格當地最低補足稅機制，優先喺香港繳納補足稅，以減少其他地區嘅稅務風險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。